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约珥书第2章18节到29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赐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都会买礼物互相的赠送。在美国，圣诞节的节期呢，等于是在新年的节期，大家都非常重视在这个节期当中的送礼。许多的卖场摆满了出售的礼品，真是琳琅满目。由此可见，大部分人都非常期待能够收到礼物。送礼呢，可以说是一个社交非常重要的事，其实也是一门艺术。圣经里非常重视礼物，或许用礼物大家会比较陌生。在原文提到的礼物 gift 也翻译为恩赐，我们就可能会比较熟悉了。事实上，上帝赐福、施恩、保守、看顾，这也都是上帝赏赐恩典给世人，这都是礼物，而且都是白白得来的，通常都是上帝主动的给予。约珥书在第2章18节到29节的经文这样的说道：上帝再次福泽，上主在关怀他的土地，怜悯他的子民。他回答他们：我要赐给你们五谷、美酒、橄榄油，你们将得到满足。别国不再羞辱你们，我要使北方的黄队远离你们，我要把他们赶到荒凉的地方，前队赶入死海，后队赶入地中海。他们的尸体臭气冲天，由于他们加给你们的灾害，我要毁灭他们。土地啊，不要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上主为你们成就了大事。走兽啊，不要害怕，草场青翠碧绿，果树结实累累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再度出产佳果。西安的人民啊，要欢乐，为上主你们上帝的作为欢欣。他赐给你们适量的食雨，他像以前一样配降春霖秋雨，打谷场上堆满了五谷，榨槽将溢出酒和橄榄油。那几年我打发了一对对的蝗虫，他们吃掉的农作物我要补偿你们，你们将有丰富的食物，饱餐足食。你们要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，他为你们成就了奇事，我的子民永不再被藐视。以色列啊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当中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除了我没有别的。我的子民永不再蒙羞。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，你们的儿女将宣告我的信息，你们的老年人将做奇异的梦，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。那时我甚至要把我的灵倾注给奴仆和使女。上帝赐福或许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礼物，但却是能够使人不再陷落在绝望当中，
使人有盼望再度的得到福泽。当然，上帝的恩赐种类是多样的，施恩赐福，也赐给人特殊的恩典。但这多样性的恩赐礼物之目的，是为了让人服侍同一位上帝，因为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。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这么样写道：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1节，恩赐是有很多种，但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；侍奉有多种，却是同一位主所赐；工作有很多种，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个人工作的能力。为了使大家都得到好处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彰显也都不相同。圣灵把智慧的信息赐给了每一个人，同一位圣灵把知识的信息赐给了另一个人，同一位圣灵把信心赐给了一个人，把治病的能力赐给另外一个人。圣灵赐给这个人行神迹的能力，给那个人传讲上帝信息的恩赐，给某人有辨别诸灵的能力，给另一个人有讲灵语的能力，又给另一个人有解释灵语的能力。可是这一切都是从同一位唯一的圣灵来的，他按照自己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赐给了每一个人。上帝把不同的恩赐按照自己的旨意赐给每一个不同的人，让人得以使用这些恩赐礼物来服侍同一位主的教会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。遍地充满了你的造型，有汪洋大海，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。船只往来航行，你所造的海兽游戏其中，他们都倚靠你，靠你按时供给食物。你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；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。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慌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，归回尘土。但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。你使大地得以更新，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，他俯视大地，地便震动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欢喜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喜乐从他而来。愿罪人从地上消灭，愿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主赐恩给我们，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，让我们得以学习同心合意的服侍。求主帮助我们更谦卑，更愿意顺服，更同心的服侍主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